同学站起来介绍过了，但是我要介绍的主要的人物的服务员。谁啊？第一位是李令君班长。對，李令君。李令君班長係我哋最尊敬嘅一個黨同學。一上台，班長請上台。佢係由中一至中六嘅班長。冇錯，你一日連做6年班長啊！一世都係我哋班長，OK。他不但是班長，他還是中醫李醫生。我有什麼問題，除了問何樹元醫師呢，就問着李令君醫師。這是送給你的獎勵，為我們這個大會的辛苦。多謝李令君，多謝郭老師。站在我旁邊這個生怕我跌倒的甘文天呢，也出了不少力。不，因為甘文天先生同學，李令君因為不開車，因為他的眼睛跟糖尿多，所以不可以開車糖尿。那麼這是我們的交通負責人。佢考咗的士牌㗎啦。傳消息，大家都知道現代化的用 email 是不是？我也有 email。呢陣間嘅 email address 你哋嚇。等一下告訴大家啊。可是呢，為我們工作的這位同學呢，就是班長的弟弟李令坤。李令君同學。李令君。多謝李令君同學，多謝郭老師。最後你們要慰問了，這個會是誰開始提議的？就是甘秀霞。甘秀霞同學，你提出嘅搞呢個大會，多謝，有請甘秀霞同學。我支持啊！我建議嗎？你建議？是啊。建議，他是海外的建議。香港的建議呢是李耀漢。李耀康同學。在香港啊，我从来不到香港，但是呢，還有學府的這關景坤，他會去招待我啊，他們是這。關錦坤同學請。關錦坤同學。要說明的，這矛盾的就是唔好。在電視上個公布的，就是一位同學為我們的林道明同學，在哪裡？林祖明同學。祖明 Joseph，呢邊。大家認真來。佢同我哋喺電視啊、報紙登廣告嘅，係雲社嘅喎。我要介紹一下，林道明是多倫多政治人物，他懂得所有社交的人物跟政治的議員什麼的，他很大的能力。大家拍掌。然後最後呢，介紹我們今天留影的會寶貴的東西，王天賜，完了的。多謝。我哋咧而家因為係經濟係46年畢業嘅咧，我哋有一個最資深嘅校友，咁啊郭老師咧就有一份禮物係送俾佢嘅，我哋有請顏君勤同學。sorry。係咪啊？桂林領英啊！而家咧係抗戰嘅時期咯，咁所以我就喺度宿嘅啦。我就喺領英嘅時候咧係好艱苦㗎，喺西桂
嚟咗加拿大，佢又喺美國，但係我哋都時時有來往嘅。咁然後佢先我幾年咧，佢過咗身啦都。咁佢先生咧，我時時都同佢通電話，我琴日都同佢通過電話。佢係喺華盛頓。咁我哋講俾你聽話，我哋領英咧組織一個校友會，係喺湯圖啊嚇。咁佢係好開心啊，佢都90幾歲，92歲㗎啦都。咁佢又我就話點解你哋唔通知紅石衛咧係嘛？紅石衛就係喺芝加哥咯。係啊，咁我話但係因為佢咁大年紀係嘛，佢唔會嚟嘅。話因為芝加哥離呢度好近㗎係嘛，咁你哋應該通知佢㗎嘛喎。咁我話而家都通知唔到啦係咪？我係林平和，我就係1953年分社嘅，1953年。嚟咗加拿大咧就40幾年㗎啦，變咗呢條咧好華僑啊，咁啊好高興啊！我係1993年喺領英畢業㗎，所以咧就而家好老啦嚇，冇見慣，資深啊，唔係老。咁啊，今日好。各位同學，今日咧我好高興能夠見到你哋咁多人。老實講啦，自從1956年離開咗學校之後咧，我從來都未有機會有人叫我咩陳同學嘅。今日我感謝，再叫多你一次啊，陳的士同學。咁啊，今日嚟到咧就見到好多年青嘅面貌，我覺得好高興，因為哎呀，這是他的生日啦！我們中國人啊！我相信咧，在座入邊咧，我係最耐喺領英嘅，由1年班到所以咧，我係追埋呢個咪。所以咧，好多同學即係而家上下班啲同學咧，我個個都好多年青人。我哋同圍嗰啲同學咧，有啲高我3班，好似我先生高我3屆。另外我阿姑姐高我2屆。咁樣即係我哋上下屆啲同學咧，就成日喺呢度咧都有做。但係你哋咧，有禮。各位師弟師妹們喺度。我哋係1964，我諗我哋係差唔多係最後一屆高3嘅，你哋最後一屆，尾二嗰屆高3，請光社嗰啲同學起身俾大家認識下係嘛？光社同學，我哋今晚係有6位同學嚟咗嘅，咁好多謝你哋搞呢個盛會啊！希望大家各位學長學弟，我係1965年簽社嘅，我就資歷就唔係好高，普通。我社咧有幾個咧資歷好高，由低班幼稚園都讀到上去中學畢業嘅。哇！邊個？我請佢上嚟。邊位同學？幼稚園讀到自己介紹自己啊！各位師兄師弟、師姐師妹，我今日真係好開心。我由幼稚園開始學，到中3畢業。可能咧，佢想喊啊！我真係好開心。我哋講咩咧？自從我哥哥都係領英㗎，佢賣社嘅佢。喺我哋屋企裏邊咧，我爸爸媽媽過身，舊年我哥哥都離開咗我，所以咧，我成日好似成日老。